各位 King Sir 今日咧再同大家去爆卡，哇最新啦 M5，咁啊終於要登場，哇呢個膜咧都市流傳嘅話咧非常鬆咧係會中好嘢，咁啊唔知會唔會啦？事不宜遲，即刻同大家打開佢，哇新鮮滾熱辣啊，係食炒價買翻嚟拍片，同大家一齊去開箱，究竟會中到啲咩咧？非常之期待，達克萊伊。如果中到金卡就好啦，咁佢今次有 AR 咧都唔錯嘅，咁啊有啲 SAR 都 OK， 但係有啲 SR 啊 SAR 就好差，希望抽到好嘢啦。都係嗰句，鍾意聽呢個聲音。OK， 30包，哇好緊張啊！究竟會中到啲乜嘢咧？事不宜遲啊，即刻同大家一齊開晒呢30包嘅達克萊伊，非常之期待，深淵之瞳 ，Let's go！ 好啊，事不宜遲啊，即刻同大家咧逐包開晒佢先。咁佢一包裏邊咧就得5包，咁應該理論上咧就會有15包咧係白卡嚟嘅，好期待！即刻同大家開咗佢。第一包仲有閃喎，會唔會有啲雲仔咧？係咩啊 ？R， 能量，好啦，第二包。好緊張，究竟會唔會可以中到一張好靚嘅 SAR 同埋金卡、白卡？好，第三包，好實喎！今次究竟膜鬆係咪真係有金卡啊 ？R， 銀半戰獸佢都有 SAR 啊，非常之緊張啊！4包，通常咧開下都唔知開到第幾包。白卡 ，OK， 再嚟，究竟會唔會有好嘢㗎？嗱呢條邊有少少唔同嘅，係咩 ？R 都冇乜特別嘅。烤鯨王佢都有 SAR 嘅 ，SR 嚟應該係。好啦，而家暫時有一張 R 嘅出現。會唔會冇 SAR 咧？好緊張。小豪我都好想要，但係我想要 SAR 嘅達克萊伊多啲，或者金卡。嗱呢個閃又係有少少特別啦。會唔會畀 SAR？哇好閃喎，好閃！咩嚟嘅？哦 SAR， 不如留到最後先同大家開。SAR 已經中咗 SAR， 好咁 SAR 咧就陣間先再同大家開，而家咧就先開埋其他，因為啲 AR 都未出晒。喂，條邊咧咁靚嘅 ，R 係咩嚟㗎？水晶燈火靈喎，幾靚喎！呢張 R 都幾靚，好再嚟白卡。小呆獸 ，OK， 估唔到啊！起碼點都有張 SAR 先，雖然唔知咩嚟嘅，暫時都，有 AR， 第一張 AR 出現啦，我仲以為5張白卡添，係咩嚟嘅咧？係狐狸，麻麻地，想要獨角金魚，有冇機會啊？畀個機會啊 ！R 真係金魚喎，但係唔係獨角咯。唔記得咗開到第幾包啦已經。R， 呢隻都好似有 AR 㗎，護城龍啊，麻麻地。白卡。暫時開咗一張 AR 啫，達克萊伊嘅 RR 我都好想要，因為都幾靚。白卡，開卡真係好爽，爆卡係好爽好多。AR 係咩嚟嘅咧？黑色嘅喎 ，AR，幾靚喎！銀半戰獸，哇！靚喎呢
呢張 AR 唔錯喎，已經開咗2張 AR， 得返1張啫。哇，好緊張！白卡 ，Oh my god！ 究竟會唔會？咁就要靠張 SAR 靚先得喎，好大鑊噶喎咁樣。冇啊，真係冇。白卡，大呆獸我都未見過，獨角金魚又未見過，小霞又未見過，會唔會搞到我想開第2盒㗎？白卡，大鑊，唔通我要特登再去買？雖然應該啲價開始跌返落嚟㗎啦。誒，銀邊 SR 係咪道具咧？應該似係道具喎。係啊，哇！炸彈幾靚喎，炸彈呢張卡幾閃喎，哦唔錯。最起碼而家保底都有個 SAR 先。如果有啲好嘢就好啦。哇！又咁閃嘅，又咁閃開晒，跟住就全部後邊都白卡。哼！咦？似係 AR 喎。哇！做咩唔畀我褪出嚟嘅 ？RR 要原來 RR 都咁閃。哦，螳螂。OK。唉，好期待。白卡。會唔會有好嘢啊？30包，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已經差唔多開晒。仲有一張 AR 佬，R 能量 ，OK， 仲有幾包要喎。如果 SAR 係中呢個達克萊伊啦，中呢、這、一個水晶燈火靈啦，或者嗰個女仔都好。啊，白卡水晶燈火靈達克萊伊都唔記得仲有咩啦。RR 啫，好想要啊！呢張 RR 呢張達克萊伊都幾靚，雖然唔係好值錢。但係最緊要擁有咗先喎，小夏出嚟啦，應該冇小夏喎，因為中咗 SAR 白卡，哇，得返3包呀，白卡，哇，唔通喺最後1包度？原來仲有2包，好緊張啊！白卡，哇！30包真係都幾多白卡開出嚟玩，難搞。AR 啊，黑色嘅喎，黑色嘅 AR 係啲咩咧？鋼係屬性，係護城龍。啱啱先講到佢有 AR 就開中，咁最後1包一定係白卡啦。冇理由有 SAR 再中埋金卡咁型啊嘛！有閃喎，R 啫嚇親。好啦，而家睇下剩低嗰張 SAR 係咩啊？老實講，我非常之緊張，希望係水晶燈火靈啦，仲有咩咧？達克萊伊啦，仲有隻莫路貝可我都幾想要嘅，跟住仲有嗰個女仔我都想要，好啦，非常之期待。阿哥就麻麻地啦，好緊張。第4張啊嘛，好啦，嚟緊呢張應該係啦，黑色嘅喎，睇清楚係咪 SAR 先，係 SAR 嚟嘅，係咩嚟嘅咧？又係呢個屬性喎，呢個屬性。同我好似幾有緣咯，幽靈係屬性，水晶燈火靈 ，OK， 都唔係最差啦 ，SAR，
哇！我好似開出盒同大家開箱都好似有 SAR， 開心開心。好啊，咁假地都係 SAR， 當然啦係要入翻個卡套先啦。SAR 雖然呢張就唔係特別值錢㗎啦，但係咧入翻個卡套咧就穩陣啲啦，保咗值啊嘛，起碼。水晶燈火靈，咁最後呢一盒抽到啲咩閃咧？能量啦，呢張啦，炸彈、護城龍、金魚仔、狐狸、烤鯨王、銀半戰獸、能量呢個啦 ，AR 啦，護城龍，跟住入咗卡套嘅呢隻銀半戰獸啦，仲有 RR 嘅達克羅伊都幾靚啊呢張，跟住仲有 RR 嘅水晶燈火靈，同埋 SAR 嘅水晶燈火靈。好啊，咁啊 M5咧就開到嚟呢度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開 M5 啊 ？M5 都有啲幾靚嘅，有啲就麻麻地。咁我哋都算開得 OK 啦，水晶燈火靈啊，達克羅伊都抽中 ，SAR 又抽中。咁啊，睇下會唔會仲會再買，睇下抽唔抽到咯。希望抽到好嘢。咁到時再睇下點啊！大家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大家有冇買 M5 啦，或者期唔期待嚟緊 M6 啦，或者其他嘅30週年嘅卡咧，睇下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去買到，同大家一齊繼續開箱。好啊，咁今日開呢個 M5 嘅深淵之瞳，係爭啲名都記錯嘅卡盒。就嚟到呢度，如果中意片嘅 like 同 share 出去，仲要 subscribe 我 channel2KM Kings 啊！如果中意片嘅 like 同 share 出去 ，OK 係咁先，下條影片再見，拜拜。